经听我讲，退休工资3700，那么单点3700几呢？笨到扣扣。三啥不三？辣海苏州市跟来我三啥？1块洋钿还当10块洋钿用，企业单位退休可以吃出事业单位的味道。充1000块洋钿可以9块9一斤买一张琉璃，埃种便宜好千万不能塌，翻琉璃会分吃光，低贵特产。实力讲单子。今朝一起吃一份100年历史的臭豆腐干，据说第4代传人啊已经69岁了。一个上里哪有亲戚的一个家？那个阿确实啊，埃个才叫菜菜咯。啥叫天一家？埃拉么也是菜，也是陈皮。16块洋钿臭脱。到底比毛两只样？一看来才是烂蔬菜。吃臭豆腐干不搞哪只样？3个鸡蛋米不搞规划，毛病没治愈，人没灵魂。老板娘，毛蛋，我请你吃。啥得出个吃白日哪哈来三家？我欢喜看那个视频，视频拍得嗨的人们多了哇！可惜所在寻不出正义感。可是我的退休工资用不脱，非要对不起上班族噶。不来一个机会，上上几个日鸡肉，达至酸香报国。微信收款30元。那个酸香爆发肉真的都不没肉个还毛个，哪位应过啊？味道哪哈？吃得出的热气肉。现在姐姐，那是真的蛮吓得臭啊！退休工资3700，乘上银行里没利息，吃光用光再实惠。可是不来个，三瓶六桶哪杯的100。现在姐姐，明天开始，鸡毛菜豆腐送日鸡肉臭，日鸡肉臭毛3送1。那么我亏脱着哇！搿是没办法个，来得再不是来得切。